云林有在地机关接到民众တင်前广播都去登记考奥多拜牌，云林的监理站就表示讲，确实一个月以来名额拢已经满了，可能是和这毕业季和休热是有关系。另外，敢有可能是因为明年考这驾照变更较严的关系，这部分佫需要观察。车前轮压在线上。 虽然是平常时下道考照人数未少，技术比七个考生详细听解说，准备要录考。最近云林代表陆续接到民众တင်前，监理站真歹预约机车考照，都有人伫6月初2透早观点登伫网站，已经抢不到7月初2的场次。查点像是可能12点，也是有一天是有遇到刚好没有抢到的情况。我们本来是要报5月的，但5月没有抢到，所以才6月。 对此，云林监理站表示，今年一到5月拢总有2000多人来监理站报名机车考照，保证一日开放34回。最近因为拄到毕业季晚休热，保证一个月来全拢约满。多会区的台北市目前报名机车考照的状况，赶快真踊跃。我们会在试行冠寒暑假的尖峰期间，我们会试行冠滚动式检讨，增加一些名额。 监理站观察，最近因为考照的多数是介龄18岁用路人，敢是因为明年起考照制度加严，造成更加侪人来报考，也需要观察。根据公路局规划，3个月来会提出去机车考照比试，更加有鉴别度的新规划，明年起新制度会实施。先进国家他们是透过不断的回训、违规的记点讲习，这些的措施来让民众就是长期间把这个交通法规变成是一个生活习惯。 台湾交通安全协会呼吁，考照提升鉴别度之外，有关需要透过恢复安全讲习等配套制度，互用路人确实将交通法规甲安全意识落实到日常生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